好，各位同事大家好啊！咁呢個片段咧就會教大家，當我寫咗個 Gemini 嘅程式啦，咁我希望收集到學生嘅數據，咁樣我希望咧將啲數據咧擺入我哋平時所用雲端裏邊一個試算表。咁點樣去做咧？我先做一個示範先。咁我例如 4A13 號，咁我就挑戰啦。咁暫時作住啲答案先。咁你會見到咧，我就同時間就顯示咗學生所答對嘅分數啦。然後亦都會睇到究竟學生每一題錯啲乜，而亦都係睇到嗰條問題嘅內容嘅。咁究竟點樣去做呢？而家事不宜遲，咁我會用 Gemini 嘅程式去教大家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嘅。好啦，我又用翻我上次倍數嘅例子啦。咁上次寫到嚟倍數嘅程式之後，咁然後呢，我其實要將個程式可以收集到數據，例如學生嘅班別啊、成績等等，然後要傳送到一個網站。咁大家留意啦，呢個網站咧唔係平時我哋試算表共用嗰個連結嚟嘅，而呢個係一個我哋叫做 GAS 嘅技術，你當係一個中間人。咁其實咧，因為 Gemini 唔能夠直接入到呢個試算表嘅，因為佢冇任何嘅權限，所以係利用一個中間人咧做一個過渡。咁我首先第一步會教大家點樣攞到呢個中間人嘅連結嘅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第一步，我哋要開一個叫做無痕嘅視窗。咁開完之後咧，你就好似平時咁登入翻科組嘅戶口。舉個例，我用常識嘅戶口，咁我登入完咧，預先登入咗啦，我就喺 folder 裏邊開一個2627年嘅試算表，係啦，開完就得出到依度啦。咁而我希望咧將啲數據就掉入嚟呢個試算表喎。咁中間有個程式咧點樣拎咧？好，我哋繼續去啦，撳個擴充功能，撳個 Apps Script。咁大家咧應該就會見到一個空白嘅檔案嘅。好，咁我試一次先。好，你入到嚟咧，正常第一次做咧係乜都冇嘅。咁我點樣攞個連結咧？就撳部署，新增部署，然後要 set 翻所有人，然後你就攞到個中間人嘅連結啦。然後你就要去翻我哋平時 Gemini 頭先個位置啦。我希望將個程式咧係傳送到呢個連結嘅。好啦，你就完成咗第一步啦，但係未成功住喎。點解咧？因為我會同佢講，我仲未上傳到喎。點解咧？佢會俾第二個步驟，會加一段 Apps Script 嘅曲。咁你要自己慢慢揾翻，首先寫翻個 prompt，我傳送唔到成績啦。然後佢第二個就會教你咧，我要喺個 GAS 加個 Apps Script 嘅程式。咁呢個程式就擺喺邊度咧？我先複製咗，然後咧就去翻剛才個試算表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一開始空白嘅部分，我哋就要攞呢個 Apps Script 嘅程式。咁當搞掂之後咧，佢會教你點做啊？我哋逐步跟入去咯。部署，新增部署，即係你當係更新翻啲內容，然後去更新。好，然後就出到呢個啦。程式執行，所有人跟住撳部署。咁我慢慢示範一次。咁啊，部署，新增部署，然後所有人，咁就成功咗之後咧，咁你就可以再試下個程式啦。咁但係當你發覺，我仲未得喎，咁你其實有時要不斷咁追問，我有時係傳送唔到啲數據去以下嘅連結，咁佢就會不斷咁教你，咁然後去做更新。其實簡單嚟講，佢會不斷咧去俾一啲新嘅編碼你又複製，然後咧就去翻剛才個位置，查咗舊嘅內容，重新貼上。咁然後點樣更新咧？咁一樣做法，部署。新增部署，然後咧就係咁就成功嘅啦。好，呢個係第一個最常見啦。咁如果第二個最常見嘅話咧，可能就係更新有另一個方法啫，就係部署管理部署，然後撳翻完畢。咁我要咧撳翻個建立新版本。咁呢個就係第二個方法去更新你個程式。咁如果都係唔成功嘅話，你就可以將部署依條連結，然後就問佢點解呢個程式有問題咧？
係啦，咁你就可以繼續追問佢點解唔可以上載數據去頭先部署嗰個連結，咁佢就會不斷去更新一個程式嘅啦。所以呢一個程式呢個方法其實係一個中間人嘅建立，你要利用 GAS 呢個叫做 Google Apps Script 嘅平台，攞到個中間人嘅連結，令到 Gemini 同你嗰個試算表咧做咗一個嘅聯繫嘅。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話，其實我一個程式碼我亦都擺咗喺 share 嘅位置，咁你可以咧嘗試問佢，例如我要將以下嘅程式，但個主題就改為另一個可能課題，例如因數或者乘數等等，咁你就可以試一試啦。咁呢個係比較難控制啲，因為有時佢寫嘅程式咧真係未能夠將啲數據同個試算表聯繫嘅。咁所以如果唔得嘅話，你就可以將我呢個嘅 sample 嘅程式俾嗰個 Gemini 去學習，然後咧貼上咗喺呢個位置之後，然後叫佢試下跟住你個程式去寫另一個主題。好，咁今日嘅短片咧就嚟到呢度先。如果有任何問題咧，都可以隨時同我聯絡嘅。拜拜。